的，我可壮了。壮也不行，这淋了雨啊，就得擦干净，要不就感冒了啊。难受，我好难受。怎么了？啊？天哪，怎么这么热呀？发烧了？稍等一下，我给你拿药啊，等我啊。再喝一口，乖。依然，早饭好了。发烧了。发烧了？肯定是昨天下雨淋到了，都怪我。喂。啊，经理，我们家这边临时出了点状况。好，那我尽快赶过去。没请假？是啊。你先去吧，今天我照顾他。行，那我赶紧去了啊。去。有什么事我打电话啊。好。难受是吧？喝不喝水？来喝点水，乖。哎，好。闭上眼睛，好好睡一会儿。依莲，依然去上班了。妈妈，我不要妈妈去上班。妈妈，我难受。妈妈，妈妈。哥哥马上回来。梅兰妮，梅兰妮，梅兰妮。啊。依莲这边快好了，然后药在桌子上，你一会儿按时给她吃。我有事去找依然。行，赶紧去吧。依然。啊？怎么了？依莲出事了吗？她是不是严重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你急死我呀！你。依莲叫你妈妈。依莲是你女儿是吗？她也是我女儿是吗？
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当我决定生下他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要独自抚养他了。让你受委屈了。哎，这动画片你都看了这么多遍了，你不嫌烦呀？我喜欢看。依恋，哎呦，回来了。没事了你啊？我看看。梅兰妮姐姐给我喝了口糖水，我就好了。是吗？那依恋，今天想玩什么？我晚上还有舞蹈课。那不去上课了，和少宇帅哥好好玩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你进我屋里去玩吧。我们进屋去玩，走。歇会儿再玩啊，这病刚好呢。梅兰妮、天乐，有一件事情，我一直在欺骗你们，可能你们也一直都在怀疑吧。对，依恋是我跟少宇的孩子。你们一直对我跟依恋都那么真心的照顾，我还一直欺骗你们，所以我要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。哎，你看，这样就没意思了。来来，坐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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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事儿呢，过去都过去了。我们也知道你有你的苦衷。现在这局势不是挺明朗的吗？就是我跟梅兰妮啊，我们俩得学着适应适应。是啊，我也是不得已才欺骗你们这么久的，希望你们能谅解。没事儿，不管你和依恋什么关系，都是我们的。这侄女啊。哦，你这倒挺会攀关系的哈，少了个小妹妹，多了个小侄女，对不对？呀，这样一下辈分变了，你是有点不太适应吧？不是怎么着啊？心眼小啊，多个侄女还吃醋啊？怎么不行？不行不行啊！你怎么着？怎么着呀？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求你们。哎，你说。暂时不要让依恋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毕竟他年龄还小，有一些事情忽然告诉他，他会接受不了的，会造成心理的负担的。那个你放心，依恋是你们的孩子，说不说也是你们的自由。依恋很可爱，其实我们都把他当成我们自己的孩子了。对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再谢谢你们。哎，你看你这样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对了，起来。少宇帅哥，上次我说的小王子的故事，你回家有没有看？我有看，补习过了。现在我知道讲的是什么内容了。上次老师说到了第5个星球，小王子去第5个星球看到了什么呢？你能告诉我吗？小王子来到第5颗星球，他发现这个星球上只有一位点灯人和一盏灯。然后点灯人的工作呢，就是每天早晨他把灯关上，每天晚上再开，这就是他的工作。那后来呢，整个星球越转越快，越转越快。等会儿，少宇，请不要这么快告诉依恋这一切吧，他年纪小，需要时间接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接着讲。后来星球越转越快，他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了，因为他要不停的开灯关灯，开灯关灯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呢，小王子最佩服的人就是这个点灯人。他觉得虽然他没有休息的时间，但他还是会很认真的完成。爱宝，你先别收东西了，赶紧出来，我有话问你。
什么事儿？我好多东西没收着呢。你孙叔叔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怎么我给他打那么多电话，一点面子都不给呢？你看你都晒成什么了，怎么还让你出去工作？不行，我再给他打个电话。哎妈，你给我留点面儿啊，留点面儿。你看，你儿子都这么大了，你有点事儿就往公司打电话，同事都笑话我了。再说了，你看，怎么不派别人去啊？单派您儿子去，那是看得起我。孙叔都跟我说了啊，说这回这事要干好了，我就能升职，而且还有奖金呢。升职？啊你孙叔叔说的？啊！哎，这可是你工作以来第一次升职啊！哎，这个机会不能放弃。对，要去。你赶紧洗澡，我来给你收东西，你别收了啊。升职是好事儿。